继续来看这本来特别衰微的叶宝红仔鸡店，最近佫亮起来了。讲敢若是新竹今年的1月到9月，叶宝红仔鸡店的税收就高达426万，比去年同期升点10%。嘛无怪，这生意人另外知影要安怎来请人客，讲会当互你以价换真，叶3只龙虾宝红仔，会当换一只真的波士顿的龙虾，是互袂少的民众拢想要试一下手气。 我再试看丢啊！我再试试看丢啊！我最后再试丢啊！业家强要起笑，换一个人来试看卖。我来试一试。好。这台叶宝红仔鸡真实行，大家拢是为着龙虾来下。原来若是手气好，好运叶着3只，就当甲龙虾宝红仔摕去换波士顿龙虾。蛮新奇的，就会想来讲店。开运气啊！真的运气好，10块盘一下不一定就出来1块。除了当换龙虾，或者是日本干袂当选，就算手气无真顺，敢若叶着一只龙虾宝红仔，卖当换柳鱼或者是白虾，互真侪民众拢走来试手气。 口感浓烈的龙虾，食起来 Q 底底，规嘴内拢是海鲜的清甜味。用银夹地当甲龙虾炸断去，敢若新着原本特别收起来叶宝红仔鸡店，最近生意变个强滚。为税收来看，为去年开始回升到524万，今年敢若1月到9月就到426万，比去年同期增加约10%。疫情解封，网络消费渐渐回温，互叶宝红仔鸡佫变时行。不过伫咧生意同时，无拢爱加注意海鲜的品质敢有青，这袂开。 细条塑料大条，食甲排排吐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